譚振國議員。多謝主席。香港每年接待數以千萬計嘅旅客，唔少可能已經嚟過香港好多次。要保持旅客對香港嘅熱度，令旅遊業長做長有，就必須要持續了解旅客嘅心態同埋佢哋嘅需求。有國際支付公司年初發表咗研究，餐飲文化係香港最具吸引力嘅旅遊元素，而唔少調查都指出，訪港旅客喺食、玩、買之外，對香港嘅生態旅遊都非常感興趣。結合兩項嘅元素，我認為喺推廣旅遊加飲食嘅前提下，應進一步加入文化元素，用飲食作為文旅融合嘅切入點，促進跨界別嘅合作，講好香港嘅美食故事。而我認為正在發展嘅北部都會區都具備呢一啲嘅元素。主席，新界承載香港鄉郊文化同埋本土美食嘅歷史文化，有好多未被充分發掘嘅巨大潛力。好似年初喺錦田鄉舉行10年一屆嘅酬恩見照，唔少市民特登去打卡竹棚嘅工藝，觀賞粵劇神功戲、舞龍舞獅等嘅傳統項目，配合圍村文化展示同埋美食嘉年華，成個文化體驗都非常之豐富。除咗節慶活動，新界嘅日常飲食文化都一樣咁豐富。而家有好多市民同埋旅客都會專程嚟到新界遊玩，品嚐圍村嘅盤菜、流浮山嘅鮮蠔，或者係客家小食等嘅地道風味，並親身體驗濃厚嘅圍村習俗同歷史底蘊。所以新界獨有嘅旅遊加飲食資源係絕對值得我哋去深挖同埋探索。我認為要釋放鄉郊嘅旅遊潛力，有以下3大嘅方向係值得我哋去聚焦去推動。第一係善用財政預算案撥款嘅2億設立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，基金係激活北都超過260條鄉村嘅關鍵，可以趁住呢個機會有系統咁發掘各條鄉村獨特嘅飲食資源，支持將村屋改裝做特色餐廳或者係民宿，同時將周邊嘅自然生態同文化古蹟串連埋一齊，等旅客可以真正走入鄉郊，享受原生態飲食嘅體驗，實現城鄉共融發展嘅願景。第二係把握沙頭角口岸轉型同埋禁區開放嘅機遇。咁頭先都有同事提過，沙頭角由2022年起分階段開放，加上口岸重建將會做純旅檢嘅口岸。我建議政府可以提早規劃口岸周邊嘅文旅餐飲配套，將禾坑客家菜、谷部小食等等同鴨洲、荔枝窩呢啲跳島生態旅遊路線係相連，讓沙頭角嘅獨特景觀同埋地道飲食文化可以互相配合，將沙頭角由通道升級做一個目的地，打造新界東北嘅文旅飲食示範區。第三，推動政策配套拆牆鬆綁。而家新界村屋嘅用途限制仍然係好嚴格，鄉郊嘅交通同埋排污等嘅基建配套都仍然有不足。而餐飲同旅遊嘅統籌工作又分散喺唔同嘅部門，我促請當局放寬相關嘅限制，容許喺符合規劃同消防標準之下，俾村屋改裝做餐飲或者係住宿嘅設施，並且設立專責小組去簡化牌照嘅申請。只有打通呢一啲制度上嘅關卡，先至可以令到投資同創意進入鄉郊，令到當地嘅居民同埋經濟受惠。主席，全球旅遊模式正轉變緊，15規劃綱要提出推動文旅深度融合，由傳統嘅購物旅遊轉去深入社區嘅體驗式旅遊。旅客而家更加追求地道風味，呢一個嘅轉變正好為我哋嘅口岸經濟同鄉郊旅遊帶嚟新嘅機遇。我期望政府可以好好把握當前嘅有利條件，用美食帶動深度旅遊，用旅遊振興鄉郊經濟。本人謹此陳辭，支持原議案同各項修正案。